好，小朋友，今天我的题目是爱人爱上帝。有没有听过一个人叫做路德？有听哦。在哪里听过？在圣经。在圣经里面听过。路德记在旧约圣经还新约圣经？很像是旧约，有猜对。它刚好出现在创出利民生5本之后是什么？苏士德萨萨啊，那个士是什么？士师记，士师记完了以后就是路德记。然后这个路德呢，他是哪里人？摩押人哦，这是咱顶摆的讲到的路德记对不？小朋友们有在看哦，哎，他是摩押人，他是以色列人吗？不是，他是摩押人。可是啊，他们去到摩押地以后，路德的公公怎么样？死翘翘了，啊，死翘翘，过世了。然后他的先生过世了，然后他不是，先生的弟弟也怎样？也过世，不是，是先生的哥哥也过世了，都过世了，他们都过世了，所以只剩下家里剩下3个女人，然后有没有办法生活？没有，所以他们打算怎样？回去到以色列。哦，记起不？这是咱读的《路德记》哦，这是我们读的《路德记》哦，小朋友也在读哦。所以啊，他们回去的时候，回去到那个以色列的时候，有没有人接待他们？有没有人对他们好？有，谁对他们好？波阿斯。波阿斯有照顾他们，可是怎么照顾？让路德在波阿斯他的稻田里面去捡麦穗。啊，为什么让他去捡麦穗？因为他们家没有田地可以种，所以没有米，他们就去捡麦穗。所以啊，当这个波阿斯他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对路德还有他的婆婆，他的婆婆叫什么名字？拿俄米。他的婆婆叫做拿俄米，一起回去到以色列，遇到这样的对待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有没有很高兴？有，他们很高兴。拿俄米知道波阿斯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天，这个路德捡了麦穗回来以后，他就告诉这个婆婆拿俄米说：“哇，我去那边捡麦穗，人家对我很好。”结果后来这个拿俄米就告诉波阿斯讲说：“啊，告诉路德说啊，你遇到的那个人是波阿斯，那个人很好。”为什么当我们需要用？那时候波阿斯认识这个路德吗？他不认识。但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去对待他？因为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，这个应该是希伯来书3章的样子。我下面的那个不见了哦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旅客，因为曾经有人这样做。在无意中接待了天使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？大人小孩一起来念一遍哦。预备，来！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旅客，因为曾经有人这样做，在无意中接待了天使。哇，这个路德他遇到了这个波阿斯，就好像他遇到了天使一样。然后这个波阿斯遇到了路德，他接待了这个旅客，这个寸寡郎，他无意中好像也接待了天使。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节里面，其实在利未记19章34节里面，它有一个经文，它这样记载，我来念哦：和你们同居的外人，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。并要爱他如己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。可不可以告诉我这句话在讲什么？今天伊尔没有来，不然我就考他了。来，
这句话在讲什么？和你们同居的外人，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，并要爱他如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以前也有被像寄居在埃及里，然后在那边的人就像，因为我们他们如本地人一样，所以他们也是。因为我们也曾经好像旅客一样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那种感觉，我们知道那种寄居在外地的感觉，我们知道一个旅客在外地需要什么样的，有什么样的欠缺。有什么样的需要？所以圣经利未记告诉我们，他说，如果在我们的当中有那个外地人，你要对待他好像对待我们自己人一样。他讲的本地人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们也曾经做过寄居的，我们也曾经在那个自己欠缺、自己需要的环境当中痛哭过、难过过。但是圣经不要我们去对这样的东西去报复说啊，我以前这么辛苦，所以你应该也要跟我以前一样辛苦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要记得你怎么走过这样的路，然后去对那些的外地人对待他好像本地人一样。哇，那今天的圣经节一下子就用了2节，全部都是圣经哦，连第3节都是圣经哦，都是圣经经节哦，哇！那这下子我们要学什么？我的题目是什么？爱人，爱上帝，爱人与爱上帝。因为你爱人，你才有办法告诉人家说你爱上帝。那对我们小朋友怎么办？这是谁？小莲雾，他回台湾了哦。他这只娃娃比小莲雾自己本身还要大只。可是小莲雾哦。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哦，他如果有吃的东西，有那个吃的东西哦，他会不会分给人？他很会分给人哦，他很会分给人哦。利未记23章22节，他讲说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尽割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来考你们什么意思？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尽割田角，不要把它全部割光，要留一点；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就是你不要把所有的麦穗全部都捡干净，要留给谁？留给谁？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有玩具2、3样，不要全部占光光，要留一点玩具给谁？给牧师玩，不用啦，留一点给比你更小的人玩。可是我在这里也要跟阿比给尔讲，阿比给尔，你的玩具不要全部都占光光，也要留一点点给 JJ 玩。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哦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大家都学到了一个功课：有玩具要一起分享，有吃的要怎样？看吃什么？我已经想尽办法了，既然还没有办法，吃的要看吃什么，看你是不是你喜欢的。你如果不喜欢，全部都分给爸爸，对不对？吃不完的全部都分给爸爸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我们大家记得好不好？我们小朋友有一句话叫做“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”。如果要服侍，大家一起服侍，做你会做的，然后大家一起从当中学习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念这一句经节最后这个利未记23章22节，预备来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尽割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
在你们的玩具当中2、3样，不可以拿全部，要留一些给妹妹弟弟玩，给需要的人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学习到什么？所以我没有下妹妹弟弟。面姐姐啊，在你旁边啊。下面姐姐啊。不用同一个爸爸妈妈生的了，那个更好，对你的更好。好，谢谢你们。